大家平安，平安，父亲节快乐，快乐，快乐。那线上的兄弟姊妹嘛，平安，父亲节快乐。咱即时请大家起立，咱先来用这条诗歌来学乐咱的主，伊是咱的天父。 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来教堂来礼拜，会当地早上来礼拜咱的上帝。你的恩典真正大，日日地传，无论风雨也变质，伊都地做伴。咱就增效伊的恩，日日有存。 下港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一定较应传，互咱稳定拢无散，为咱的心愿，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归社应心，好天地拢总相。 你的恩典真正大，
主，所以咱来开声来祈祷咱的主，伊是互咱有感恩的主。咱来读这段经文，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着恶乐。伊伫基督按手术咱伫天地各项上是神的福气，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生，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无同嫌。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声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于伊，互伊稳定的阴光得着恶乐。这个稳定就是伊伫所听的囝赏赐咱的。所以咱要来学乐咱的主，来祈祷咱的主，这是一个学乐的祈祷，因为伊是逐日咱感恩的主，咱即时开嘴来感恩来学乐咱这位天父上帝。阮听到的主，你是阮的爸，你是阮的上帝，主，阮感谢你，你是自始从终的主，你是阿爸，你是欧米伽，你是所来的，来所求的，你啊，互阮你所喜所感的，所创造的这个土地，来互阮来建立，主，阮感谢你，你对你遐来平安，对你遐来幸福，你互阮了解。主，你是信心，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你是我的阿爸爸上帝，你用仁爱来邀请我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伫你的内面，主，你爱阮每一个人会当诚做成，无通嫌，因为这是你的旨意，嘛是你的恩典，因为无人会当做会到，是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来得到。所以主，我要来学乐你，学乐你永远无变的主爱，亲像阮今仔日爸仔囝会当伫主你的面前，同齐来服侍，同齐来学乐你的恩典。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搁要来祈祷，因为咱要活转到主的面前。即马会当实体的礼拜实在是无简单，但是感谢主的恩典，透过线上甲阮实体的敬拜，咱嘛是会当来到主的面前。咱来读这段经文。主眼前的所应允，亲像人有看做眼前的，就是宽容你，唔爱有人评论，是爱人拢反悔。若是主的日要到清清擦，迄日遐个天要有大声飞去，遐个原则受烧来消灭。地甲其中所有的物也烧落去，万物既然要安尼消灭，就你性甲敬虔，要做啥物好的人，来渴望随着上帝的日教。为了安尼，才会天会互火消灭，原则受烧就扬去。若是照伊所应允。咱毋望新的天、新的地，伊点伫咱中间。咱毋望新的天、新的地，伊点伫咱的中间。因为主，伊是永远伫地的主，伊无亲像人会消灭。人的肉体有一天，亲像咱伫火化礼拜时阵定定咧讲，总是咱会当来去掉这永远的救恩，咱来活转到伊的面前。所以咱来悔改，来到主的面前，将咱迄属伫世间迄段短无法度永远的，拢放落来，来到主的面前，伊要将伊的应允放伫你的生命内面。所以咱来只是悔改的祈祷，咱出声来祈祷。
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你所应允的无延前，总是人以为你是延前。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你宽容阮，你让阮会当伫主你永远无改变的疼痛内面，让阮伫你的公义内面，让阮伫你的保守内面，亲像今仔日的天气。昨是遮尔大的雨，南部拢伫淹水。主，但是你互阮今仔日日头出来，咱知影这是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我嘛要求你来赦免阮的罪。阮常常是看家己做义，总是你有义。来邀请阮，会当伫你的内面。主，感谢你的恩典，让阮来到你的面前。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搁要来读这段经文。若是所听的兄弟啊，就伫恁即成的信，家己去做，伫信心来祈祷，就伫上帝的听，家己保守。盼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灵敏到永远，就伫恁即成的信，家己去做，伫信心来祈祷。咱要为着咱的环境来祈祷，为着台湾这天气的变化造成这的灾害来祈祷。嘛为着这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无方便经济，搁有政治的因。这些原因，咱要来上帝面前来代祷，嘛为着阮中间咱中间这的兄弟姊妹身躯有疼痛的心灵有需要的，咱来开嘴来祈祷，咱即时开嘴来祈祷。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你是阮的阿爸的上帝，你是创造万物，搁互阮会当享受伫其中的上帝。主，我要来为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你所创造这个世界来祈祷，特别是为台湾这个土地来祈祷，因为你看到即阵这天气的变化，互人料想袂到的。有真侪灾害，有时阵毋是咱料想会到，就来到咱的身躯边。求主你来保守台湾这土地，有主你的平安，嘛求主你来保守咱每一个即真掌权的、有智慧、聪明，阁有疼人的心，会当互台湾这土地，互台湾的百姓，互台湾这遮个受造的物，拢有主你的恩典甲阮伫地。阮感谢你的恩典，嘛互阮今仔日伫你的面头前的敬拜，诚做是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即时我请大家来用主祷文，咱来祈祷讲：愿你天地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子，就救阮脱离你的歹下，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就是伊伫本身所带心定着的，就伫各位日子圆满的时，释发互万物，无论是伫天理是地理，拢伫耶稣基督来合一。各位乡亲们平安，平安，哈利路亚！就欢喜，甲大家来，甲大家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大家起立，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拢正做一个人。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你。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咱有国我的人生。我已了守主我命，我已热烈的主听，因为耶稣奉献三业的数量。因为耶稣做上帝行你，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温主三款待。有时欢喜当饮食，有时苦汤当相比，因为耶稣三角艰苦三角甜。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温主三款待。有时欢喜当饮食，有时苦汤当相比，因为耶稣三角艰苦三角甜。因为耶稣三角艰苦三角甜。被温天真正大，日日地传，无论风雨也变情，伊拢会作伴。咱着承受伊的温，日日有出，无在下间咱变正烦，烦恼变福气。一直较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归咱的心怀，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归声应心，互天地拢总三角欢喜。日日地传，无论风雨也变情，伊拢会作伴。咱着承受伊的温，日日有出，无在下间咱变正烦，烦恼变福气。日日较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归咱的心怀，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归声应心，互天地拢总三角欢喜。一直较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归咱的心怀，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
请坐。你的话点我心，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偏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偏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生无偏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阮来到你的面前，你是阮的天父，你是阮的倚靠。当阮讲阮要来跟缀你的时阵，主，阮知影其实阮真软弱。伫最最的时阵，特别是伫今年，
有这疫情来影响的时阵，主，阮的心受到捆绑、忧闷，常常有这负面的想法。总是主，你永远拢无改变，你用你永远的听，你用你的话语，你透过教会，每一个人就是教会。每一个倚靠你、信你的人，主你透过这个人，互阮每一遍来到礼拜的时阵，不管是实体还是线上，拢会当领受主你的恩典，拢会当搁一遍透过你的话语，互咱的心，互阮的心，更仰望，因为主，你听阮。你用永远无改变的听来听阮，你搁互阮伫这世间有一个家，透过咱的爸爸，透过咱的妈妈，透过咱的这个时代，会当来养饲，会当来照顾，会当来供应，互阮的性命伫你的内面。哪来哪丰盛？主，这是你的恩典，嘛是你今仔日搁邀请阮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学了敬拜你的时阵，阮每一个人就要领受这款福气。主，感谢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起引。伫信息后面，起文第35篇就是箴言第4章。起文35篇就是箴言第4章。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着专心学习正话明白，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毋通放下我的教导。我嘛捌做老爸的囝。是老母上疼的孤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着吹着智慧，吹着聪明，毋通袂记伫。嘛毋通放下我所讲的话，毋通克杀智慧，伊会保护你。着以爱智慧，伊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着付出你一切所有来兑换聪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顾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荣。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用阳光的王灌输互你。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岁受。我有记示你智慧的路。因带你行正直的道路，你行的是袂得到阻碍，你走嘛袂得到滑倒。着祈求教示，毋通放松。着谨慎固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这一个牧区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是掌上明珠。咱青年牧区所要献的诗是掌上明珠。爸爸用掌上明珠，敢若足奇怪，但是伫天父心意内面，每一个人、每一个囝儿，拢是伊的掌上明珠。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1章30到14章。以弗所书1章30到14章。喂，这时阵呢，今仔日是亲的主日，所以咱有邀请亲人伫咱的礼拜当中来甲咱见证这位上帝的听甲恩典。在来听见证进前，来放来放一个影片。爸爸看到爸爸带咱大汉的辛苦所以要祝天下父亲父亲节快乐。刚你边啊有是父亲的人，跟他说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咱有伫地上的父亲有老爸，嘛有伫天里的老爸啊。即马呢，要来听亲人的见证，来听讲咱是这个富二代。是虾米款的富二代？咱拍婆啊来欢迎我们的陈汉。大家平安。好，那我这边会讲华语哦，因为我台语不太好。好，那我叫陈汉，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接纳。好，那这个接纳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我从高中开始来教会，但是我那时候来只是来玩，还有交朋友，所以爸妈会觉得啊，你只是来玩的，浪费时间。然后又加上跟家里的信仰不一样，所以那时候
我可能半年只能来一次教会，而且那一次来都要经历家庭革命、大吵一架的那一种。对，那可是这个状况直到我升大学住外面，然后爸妈管不到的时候才有点改善。所以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比较稳定的来教会。那就是开始稳定以后，然后美迪那时候有邀请我当爱餐的服侍同工，然后我就想说，就50元的便当订一订，然后送来教会，然后付钱请款，很简单，所以我就立马答应了。对，所以前面一开始接的时候都觉得蛮顺利的，但是当大学的课业、社团，还有比如说朋友的交际开始忙起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哇，从台北到桃园这样通勤的来回订便当来教会，其实是很累的、很辛苦的，而且那个搭车的那个过程超孤单的，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又想说，有时候真的回不来，还要请人帮忙代订，超麻烦，还要就是看到别人就是拒绝的回应，对吧？其实很不舒服。那都是这样的情绪一直累积着，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排斥跟压力。然后我就想说，明年那个牧区重新选服事的时候，我一定要直接拒绝，说我不当了。对，那真的那天来临的时候呢，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就直接离开，然后就离开迦南，然后离家出走。对，那这样过了3年，直到我毕业前的某一天，然后那时候是超神奇的，然后你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就从台北然后散步然后换回来这边，换回来教会的2楼。然后那时候2楼的那个电梯门口那面墙，那时候是爱心树的活动，就是你会在你的爱心那个叶子上面写上自己的祷告或是祝福还有愿望。然后我就写回家，然后括号迦南的家，然后写完就贴上去那个门那个叶子上面。然后当下没有什么心里的感动，但是我只觉得我超帅，我就留下一个不敢想象的梦想，然后掉头然后回台北，有没有超帅？然后就是从这个爱心开始，我经历了很大的接纳。那第一个接纳是我爸妈家人的接纳，因为这很奇妙也不知道怎么开，就是神的动工真的很奇妙，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因为我前面不是说我来教会都要大吵一架，家庭革命嘛。然后现在我礼拜6只要可能3、4点还在家，他就说我爸妈就会说你们今天不要去教会哦，你们就觉得超妙的。或是像我妈都会问我说你不是要练诗歌那个 vocal 都要练诗歌你不用你那个诗歌跟音乐可以唱大声一点你知道我在练习。或是我们最近那个线上厨房，那我爸就会说要不要我帮你拍影片，你可以拿上去你的那个平台宣传。就觉得哇，这是神的动工跟改变真的很大，然后也谢谢我们家人的接纳。那第2个接纳是迦南的大家的接纳。就是那时候我刚要回来的时候，其实很紧张，就觉得说我那时候不告而别，或是离家出走这么久，然后会不会人生地不熟的？对，然后只是那时候一回来就觉得哇，其实大家是非常热烈的欢迎跟关心，会觉得哇很温暖。然后也在我后面的学习还有服事上的过程中，给我很大的帮助还有陪伴。对，谢谢你们。然后最后也是最大的接纳，就是来自天父爸爸的接纳，就是谢谢你，也谢谢他，谢谢他让我经历如同路加福音那个15章小儿子回家的那个爱还有恩典，对吧？就是经历那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那个见证。对，那将一切的祝福，将一切的感谢还有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热烈的掌声欢迎永恩。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永恩我是一个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小孩。然后，如果你小时候大概都知道我，因为我是如果你星期日来教会听到一个非常大的哭声，那个哭声90%都是我，因为呢，我是一个很喜欢恶人先告状，我先弄别人，然后出事了之后我先哭。先去找爸爸妈妈，去找老师。别人问说：“那谁的孩子啊？”然后就说：“何树英囝啦。”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爱哭的小孩。然后我每个礼拜呢，我们那个时候每个礼拜的假日，我们都会回到桃园来看爷爷。然后星期日早上来教会。在那个时候，我是其实很不喜欢来教会，因为我觉得很麻烦，所以我都不想来。
然后我爸爸就会跟我说，他就会逼着我来，带着我来这样。然后很奇妙的是，有一天的早上，那一天我爸爸突然说，他想留下来陪爷爷。然后那一天，他就说，那你们留下来看 Good TV。那我说，哦好啊，哦好爽，我可以不用去教会，好开心哦。然后那个时候看了 Good TV， 那一天的那个牧师在分享说，他的爸爸离开的时候是怎么样，神带给他的转变。虽然他很难过很痛苦，但是神带给他的转变。那天反正我看完我也没想什么，就直接回基隆，因为我下午要补习。那时候我要补习就跟我爸说，拜拜，然后我就去补习了。结果后来补习到一半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就是我爸爸在医院急救。我想，他是干嘛摔倒了还是怎样？应该等下就可以回家了。结果那一天呢，我爸爸就离开我们到上帝那边去了。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因为就是太突然，而且很难过。我是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才有办法慢慢接受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常常看到我妈妈很难过，常常在哭，但是我只能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就是我需要勇敢，我需要去安慰我妈妈，我不能跟她一起哭，因为我妈妈只剩我一个人，我们家只有3个，现在剩我一个而已。那个时候我才体验到说，原来当一个家庭里面的重要角色是这么的重要。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小孩，所以常常会被人家欺负。那个时候我很讨厌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讨厌人家问我说我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那个时候呢，有人欺负我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了一句话：当初耶稣这样子都愿意原谅别人，那为什么我不能原谅？我才想说，原来这个福音的种子从小就在我的心里面慢慢的发芽了，只是我没有发现。到后来我高1开始，我接触了第一次的夏令营。然后我说，夏令营好开心，我以后每年都要参加，就爱上这个夏令营。到每年我都参加，从同工当到副营长，再当到营长。今年已经是我第2年担任营长。那在今年一开始，我想说反正我第2年呢，基本上知道要做什么事，一定很轻松。然后可是到3月开始，其实我们有点找不到同工，因为要考试的要考试，要打工的要打工，要做其他事情，有其他事情有其他安排，我们是找不到同工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慌了。到4月、5月的时候，我同时面临我的课业处理不好，我跟朋友也相处的不好，再加上夏令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心态是完全爆炸的。我是已经是把这些事情全部丢到旁边，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整天吃饭睡觉。然后打游戏、吃饭、睡觉、打游戏，就是这样的循环。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呢，牧师啊，或者是教会的朋友啊，那时候都不放弃我，常常打电话过来说：“你那个事情做了没？你这个事情做了没？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当时觉得，好，是，不想做，但是还是把它做完这样。然后到今年的夏令营决定转做线上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上帝，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我就放手一搏。那不管怎么样，结果交给你。然后在今年刚开始营会的时候，线上夏令营第1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家庭，她是一个姐妹，就是有两个姐妹这样，她们就是爸爸在突然离开他们了。然后在牧师跟我说，希望我能够打个电话去关心他们，因为毕竟我也是过来人，我也懂这种感受。那个时候我就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打过去，然后我听到他妈妈说，早上他爸爸还为了那个小朋友特别去夏令营，早上特别去印东西，印我们上课需要用的资料，结果到晚上说，好累，想回去休息一下，结果就叫不起来。我就想到我当初也是这样，我跟妈妈分享了我当初的经历，然后跟妈妈说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虽然我们如果能帮得上忙的，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帮。然后除了这样之外，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感动，就是我想带妈妈一起祷告。虽然我是一个不是很会祷告的人，但是我就有感动说我要一起带妈妈祷告，因为我懂那种难过。对，然后到后来，其实到今天这样子，我想下来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上帝他自己是有他的目标跟指引的。我从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说，今天我们夏令营办得成之外，我还可以去安慰那个小朋友的家属，而且在这个时候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
那我们就将荣耀归于神，谢谢上帝，我爱大家，我也爱上帝。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1章3节到14节。以弗所书1章3节到14节，标伫圣经第219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懊恼。伊伫基督捌享受咱伫天里逐项属神的福气，就是叫伊创造世间的大神，伫基督顶拣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热诚，无通嫌。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神得到咱对基督耶稣得到做囝来归伫伊，互伊稳定的阳光得到懊恼。这个恩典就是伊伫所听的囝守属咱的，踮伫伊，咱对伊的话得到赎回，赦免罪过，照伊的恩典地布有。伊将这个恩典用大样的智慧甲见识，守属咱到满满，一定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就是伊伫本身所达先达到的，伊伫家己日期圆满的时，适合互万里，不论伫天伫地的，伫地里的，拢伫基督来合一，踮伫伊也诚做基业，就是大先所达到的，叫迄个趁家己的旨意，行万行有的意思，要互伊的阳光对阮大先万伫基督的人得到懊恼，踮伫伊。恁也一定听见真理的道，叫恁的福音。既然信，就踮伫伊有受应允的信心抗命。伊就是做咱亲家业的准等，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互伊的阳光得到懊恼。以上，请黄老师来讲道。第8是富二代。兄弟姐妹，大家平安。线上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呢是真特别的日子，你听咱讲的台语就知影，阮平常时无咧讲台语，所以这是一个真好操练，嘛是一个新的学习。伫主的内面，迄无可能拢要诚做可能，因为咱是富二代。这2礼拜，因为这奥运就是奥运的关系，因为疫情，所以延到这2021年的时阵来办伫东京的所在。2礼拜的时间呢，伫顶礼拜讲到其实嘛有讲到讲，因为这优秀的选手，互台湾来发光，伫世界互人看见，这嘛是有历史以来台湾上好成绩的一遍奥运。伫遮的人因比赛了后，人拢足好奇，因哪会当做甲即款的程度？有人是第1名、第2名、第3名、无名，总是因有这资格会当出来比赛。所以台湾媒体、国际媒体拢有啦，拢在找讲，因哪会当有这个成功的故事，也是上个礼拜说成了的故事，无得到迄名，但是真好的运动家精神。其中有一个人，互我印象真深，因为伊是一个这个首例创造奥运拳击夺牌的首例。我嘛学习一个新的语，原来拳击的台语叫搏性哦，对，搏性就是好拳击。这个黄晓雯呢，伊伫媒体互人写讲，这个突破原生家庭的横逆。黄晓雯创造奥运拳击夺牌的首例。然后讲到伊家庭真侪故事，
拢是一个较负面的迄款，就爸爸吸毒啊，爸母离婚啊，自细汉的环境真无好，怎样。但是伊伫咧受到媒体访问的时阵，伊安尼甲因应讲，伊讲人无法度选择家己原本家庭的环境，总是人会当甲厝内的人，甲伊的爸爸互相相天来互相支持甲祝福。伫伊家己的生命内面来活出家己的人生，这是真无简单的想法。人的起头，你要出世伫倒一个家庭？若是你出世伫一个真好的家庭，真有资源，有侪厝内人甲朋友的支持的家庭，敢讲你的人生就无困难？伫遮奥运的比赛。看到这疫情的变化，咱就知影，其实生命是真软弱的。今仔日搁伫明仔暗时下晡，迄时阵我听到迄哈利亚的代志的时阵，我就紧卡互用恩，我甲伊讲，请你去因为你是营长，所以请你去打电话关心一下。总是伫伊关心了后，我才甲伊讲为虾米要安尼做。我想，即遍是咱真好经历上帝一个真好的经验，因为咱看到讲，伫人无法度做甲到，照着人的本性无法度做甲到的代志，但是伫主的内面，竟然有法度做甲到。毋但是会当成就这1个月的这线上的这夏令营，阁会当安慰别人，这是因为上帝伊的好意。所以，咱每一个人认捌主了后，咱其实是这个上帝天父上帝，咱是伊的囝儿，咱要认捌伊对咱的好意，而且伫基督的内面，伊透过耶稣基督救恩，互咱会当伫咱的生活来实践伊对咱的甲伊的关系内面，会当有真侪新的意义，有真侪新的看法，有真侪新的经历。总是咱有辛苦伫咧内面，但是主嘛，敢咱同齐来受苦，同齐来得到荣耀，亲像今仔日会当伫遮来庆祝这个父亲节，看到爸爸每一个爸爸伫家庭内面的付出，嘛看到咱的天父上帝伫咱生命内面的付出。所以今仔日呢，我要透过圣经中3个故事，拢是讲到咱安怎伫天父内面，伊拣选你，拣选我，伫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内面来经历到挑战。做是这个挑战，你若听，你就知影有话要甲你讲哦。今仔日经文一开始的时阵，讲到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嘛是伊的爸得到懊恼。这是一个懊恼的诗，这是一个懊恼的经文。因为伫基督内面，主已经天父上帝已经备办好势，迄祝福，迄属灵的福气，要赏赐互你。是照伊伫创造这个世间进前，伊就已经伫基督内面拣选咱，互咱会当伫伊的内面。真做成无通嫌，听不懂台语的青年，就是上帝要我们分别为圣，要我们无有瑕疵。这是圣经华语的翻译。你知影你家己是互上帝拣选真做富二代吗？我们应该都知道吧，因为我们每次唱。那天我们聊天，迄天咱开讲的时阵，甲青年开讲的时阵，就讲到讲，父亲节时阵要讲到，爸爸做的代志好像有一点尴尬，要感谢，爸爸很酷很帅，好像很难讲。但是要选歌的时阵，足方便的，诗歌本打开，甲天父有关系，足侪。但是很少听到什么天母之类的。你知影你家己是富二代吗？今仔日第一个故事出现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3节，伫遐记载一出是着青梅人。当时即款的人会互人打迄标签，讲伊是犯罪的后代。
因一直是因为伊本身，或者是伊的家庭有人犯罪，所以伊才会找骂。你是即款的富二代吗？伫人看起来，恁兜哪会安尼？我哪会伫遮个环境？我的厝内哪会无啥物，拢无啥物资源，而且好像一出生就是负债。你是负债的二代吗？伫这个世代要过这父亲节，其实无啥简单，对我来讲嘛是无简单，因为有人是有爸爸。有人是无爸爸你一定有一个爸爸把你生下来，但是伫今仔日的社会中，单亲家庭、失亲家庭、伪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各种家庭，已经不是咱细汉时阵，我这个时代还有了那个父慈子孝国立编译馆的国小课本上面出现那个画面。伫这个故事内面，这个人就是一个青梅的。生出来就青霉，伊生出来就看无。总是有一天伫路顶，耶稣拄着伊的时阵，人在讲这个人是安怎的时阵，耶稣就我跟伊讲，是要伫伊的心中来将显明上帝的作为。透过耶稣基督的眼光，咱会看到讲，原来伫你生命内面有真济。遗憾，还是讲你无法度讲出来，迄欠缺。但是主会当使用这欠缺，来成做美好的代志，显明上帝作为伫你的身躯顶。但是咱嘛有一个挑战哦，你会当伫你家己的欠缺内面，选择你要专心聚焦伫这欠缺，还是讲你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来。领受伊要对你所进行的这稳定甲作为，嘛有可能伫你安尼做了后，你的环境并无改变，你的心境已经改变，总是你的环境无改变。伫迄时阵，这个人青面国会当看见了后，伊的边仔的人竟然讲。已经互人医治好啊！结果因佫挑战，因佫甲伊讲：你全然出世伫罪恶中，反倒甲是阮吗？然后原来已经得到医好，总是伫别人眼光嘛是无互人重视。这无要紧啊，因为伫耶稣的内面，伊后来佫讲：耶稣甲因讲：你若青梅，就无罪。当恁讲，阮看见，就恁的罪。定滴地，想念定滴地，就是没有看见，你是没有罪。等你看见，你就是有罪。在讲什么？你讲有时阵，咱看见主所行的作为，总是咱无相信，咱就继续活伫迄罪内面。但是咱若活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你的性命。就亲像会当看见的人，同款是一个看袂到的故事。伫圣经内面，佫有一个人，伊看袂到，但是伊原本是看会到的。这个人，大家拢知影伊是啥。伊原本叫扫罗，伊后来改名叫保罗。有一天，伊行伫咧路顶，有一个雄有一个声甲伊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困着我？”伊问讲：“主啊，你是啥？”用那个圣经说：“你几罪？”主讲：“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这耶稣。”然后保罗伫迄时就看袂到。伫这故事内面，后来佫有一寡经历的生涯的技术，因为上帝用这信仰的群体来帮助伊，会当伫主的内面佫得到医治。然后伊开始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伊家己的见证。伊讲着讲：“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出世伫基利家的大数，我大汉伫这个城，做加玛利的这个学生。”照着咱祖宗
祖先律法的严谨来受教示，为着上帝来热心，亲像今仔日恁众人同款。这是伊后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互人带到那个法庭面前的时阵，伊在做见证的时阵讲的话。伊为着主真有热心，嘛有真好的教育，伊真尊坦伊领受对旧约律法来到即马的生活，而且真认真打拼，付上代价来安尼生活。你是安尼的富二代吗？你遵照老爸教示，你遵照真多你知影伫世间的律法、的原则、的道德来行，总是有一天，主来到你的面前，甲你讲：你为什么困着我？你为什么要反对我？伫保罗伊的生命内面，伊就是经历着即款的转变。有真多时阵，伫这个世代内面，是一个去中心化。啥物叫去中心化？原来有遮个权威，有遮个权威，总是伫即马遮资讯足发达的时阵，每一个人拢是自媒体，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中心。我家己就会当做大事业，你嘛会当做大事业，每一个人拢会当。你只要有心有付出代价去军队的时阵，但是有可能这个方向错误啊。保罗就是经过伊伫生命内面，伊真打拼要追求伊所认为真理。到一天的时阵，耶稣来到伊的面前讲：歹势，你咸着路啊！爱我转来，我的道路。伊领受这个了后，伊就做见证，伊家己原本就是迄个上瓦滚，迄上帝旨意，总是伊无伫上帝旨意内面。所以今仔日经文以弗所书讲，咱爱伫基督的内面的意思是讲，咱爱付出代价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代价是啥物？就是悔改，对我的方向转转来到你的方向。对我的打拼，转正是伫主的内面，甲伊同齐打拼。不然我们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自以为意，你还家己做义，对我足辛苦，转变做是甲基督同齐受苦，甚至伊用伊的受苦来换你会当转来伊的身躯边。所以伫咱的生命内面，亲像保罗，伊后来搁做一遍的见证，伊就讲着讲，伊互上帝差遣，拄着耶稣基督救恩了后，伊互差遣去开人的目睭，互因对岸活转到伫光，离开撒旦的关系来归向上帝。伊讲对神，我来得到赦罪，搁得到基业会当会当伫正神的中间，伊毋若是家己互人互耶稣基督赦免，透过耶稣基督赦免，伊阁会当领受对上帝来遮个福气，来传福音，来成做伫迄个世代到即阵拢是见证。第三个故事是一个领受真多的故事，因为伊本身就是一个富二代。这个富二代，甲你想的这个富二代印象无共款。我即马在讲的富二代，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好野人那个富二代。这个富二代呢，伫圣经内面是一个真巧的人哦，无一定真巧啊，但是伊是有智慧的人。因为这个富二代呢，伊强调即马伫世代中，伫经济上，伫全世界拢在讨论的永续。啥物物件会当永续？啥物物件会当伫这个世界永远伫地？伊就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这个人拄着耶稣，伊感觉讲这耶稣足奇妙，一定有啥物会当互伊学习。所以伊来到伊面前讲，我着行啥物好，通得着永远。问问题很重要，伊问这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安怎会当得到永远？耶稣回答足奇怪，伊讲：
你哪会提起好来问我？好是敢若一个，就是这位上帝。总是你若爱立伫活，就守这个诫命。你若想要活落去，你爱守这个诫命。伊讲我拢有啊，我讲要做啥物，会当来往这个方向发展。结果耶稣就甲因讲：你若爱做完全，就去买你所有的来互送乡人。就财宝伫天里，你搁爱来跟缀我。你是毋是真满意你即摆的生活？有真侪有满足，有够用的资源。我的家庭嘛袂歹啊，毋是讲100分，总是嘛有90分。你是即款的富二代吗？我必须要来称赞这位耶稣发问的这个富二代，因为伊知影伫伊的生命内面，伊上要紧要爱经营的人，其实是伊家己。伫这个世代，真侪青年人其实就真可惜，因想讲这个世界看起来无啥物愿望，所以就耍废。但是有一寡人呢，因看到讲，虽然这个世界有真侪问题，总是我会当经营我家己，甲我家己备办好势，互我家己有能力、有资源，甚至是有钱、有能力会当帮助别人，对家己有利益，对社会嘛有利益。这个富二代嘛是安尼想的哦。但是要安怎应活？耶稣伫遮真简单明了记会牢的，甲伊讲就是2项啦。你爱分互遮的送乡人啦，你爱跟对耶稣啦。伫这个故事的上尾，这个少年人听见这个话了后，伊就忧愁来离开啊。总是伫今仔日伫这段经文这个故事内面，这个人虽然忧愁来离开，耶稣转来就甲伊学生讲：我实在甲恁讲啊，这富的人要入天国学啊，真困难啊！你若是听到这，你即摆就感觉讲有钱人就袂爽的我们没有办法进天国。耶稣毋是这个意思，听爱慢慢啊听，爱听完整。伊后来佫讲，我佫甲恁讲，后面的经文学生听了足大戆呀，甲遮个富的人共款，讲若是安尼，谁会当得到救咧？耶稣讲，伫人是袂话，但是伫上帝万事拢话。所以，互咱有一个线索会当去追求，就是伫人是袂啦，是无可能啦。你用啥物款的办法，拢无法度，互你得到永生。总是伫上帝内面，万事拢会。这个富二代的故事，互咱看到讲，原来耶稣在讲的，毋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而是邀请咱会当进入到上帝的恩典内面，就是伫基督内。伫8月6号的时阵，咱有这个爱幸福跟 Passion 合作的讲座，咱邀请这杨佑任来跟我们分享。伊在做这个救鞋救命，咱前礼拜几个礼拜拢有讲到这个故事。伊伫咧分享中间就分享讲，一个人是啥物会伫世间互人会记得的，就是伊的故事。咱伫告别式的时阵，无得算钱啊，拢得少年伊的故事，毋是少年伊有偌济厝、偌济车、偌济田，拢是在讲伊的故事。所以，当伊家己领受这个呼召来跟缀耶稣的时阵，伊发现讲：哇哦，富二代是这样看哦，就是伫你救鞋救命的时阵，鞋子真的很快就堆你个满满。
因讲伊用伊阿兄的那个是店面吗？我有点忘记。一个空间放满鞋子，真侪遮的鞋子。啊，你要安怎来处理？你要安怎来经营？你要安怎来寄去这非洲这所在？这货柜嘛爱钱，啊，这管理嘛爱想办法。你要经营，你要算啊，要算对哦。不要我们帮助别人，结果咱家己变成富二代、负债迄富二代。当伊要来跟对耶稣的时阵，伊互上帝开展、开展，从一个只有这样，伊个伫迄天分享讲，伊在想讲，伊要做到当时，伊每一年拢有想要放弃、想要退出的想法。当你满了后，结果后一步就是再打破重练，再打破重练。分给穷人，愈分愈济。伊家己的性命领受着讲，原来伊跟对耶稣就是一个失控的规定。所以写一本册叫《失控就是最好的安排》，因为伊毋是用伊家己来安排，伊是伫基督内面来互上帝安排。上帝互伊开阔伫伊的面前。当伊领受了后，咱就会看到讲，伫伊的内面有真济奥妙的代志就发生。伫人是袂话，但是伫上帝万事拢会。伊伫遐非洲迄所在已经有管道，搁伫遐办在学校。重点是他们在那里提供清气的水，互遐个囡仔来啉。因为无清气的水，根本活袂落去。但是因愿意做的时阵，伫遐的人就有生命会当延续下去。永生以为是我们的永生，其实毋是，是上帝透过咱的生命一代一代传承落去，永远活伫咱的中间。所以伫今仔日以弗所书这经文就讲了讲，这是一个天父的囡仔的颂赞。这段经文是一个真长的颂赞，用即摆来理解，就是一个俄罗的祈祷。你什么时阵会经历到想要俄罗人的时阵，就是看到好，看到你经历到的代志发生，你看到讲这个好处，你会甲伊讲出来。所以伫今仔日是一个富二代，就真实的经历。有人说这个是保罗写的。咱拢讲上帝无囝哦，无孙，敢若有囝，查某囝尔。这段俄罗的经文就真清楚的甲咱讲，上帝伫创造世间进前已经拣咱啦，而且伊拣咱了后，毋若是拣咱哦，互阮白白的救赎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因为咱拢知影，无人会当救家己啊。就算你想要救，即摆有真侪老爸。就算你想要救你的后生查某囝，其实你拢知影，你真有限。你会当提供真侪可能物质的资源、环境，或是一个什么样的帮助伫因的身躯顶。总是伊无改变，就是无改变，你安怎讲拢无效啊。但是，若是有一天伊会当拄到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来到伊性命，你嘛无负责互耶稣呢？你的囝、你的后生就改变了。伊的救赎是白白的，而且伊伫伊的救赎内面呢，毋若是伊的救赎尔，伊讲啊，咱的性命领受伫伊基督内面的对上帝来服务。这个服务呢，是因伊用大项的智慧甲见识，互咱会当领受。像拄则咱听到讲永恩的见证，甲陈汉的见证就无共款。我想要甲伊共款，总是上帝用伊的智慧甲见识，互你来理解属于你的迄部分，属于你的迄个领受的稳定。就伫你的欠缺的时阵，就伫你真打拼的时阵。嘛，伫你真有的时阵，伊拢会当使用这个物件来帮助你的性命，伫伊的内面，搁较丰盛，
互伊来开展。伫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伊要互咱会当属伫伊。属伫伊是啥物意思的？就是你是一个有厝的人啊，你是一个有家的人，你毋是一个孤儿，你毋是无人要插，互人放杀，互人看无的。你是伫耶稣基督内面，互伊来看重，互伊来使用。总是这内面你会辛苦，但是主甲你同齐来受苦。当咱来领受这个恩典的时阵，每一遍来提起这个恩典的时阵，咱的心就会亲像今仔日以弗所书讲的，咱来学习咱的上帝，咱来开始讲咱的见证。这嘛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咱每一个人伫主的心意内面，早已经互伊竞选要领受这身份了。总是你是一个囝，你要叫老爸，迄是你的选择；你要经历到老爸的祝福，嘛是你的选择。你会当透过你的回应来经历到活出富二代的这份。咱这时阵邀请大家，咱来用这条诗歌来回应。伫主的内面，咱是一家人，因为耶稣，咱会当成做上帝囝儿。伫个内面，咱会当使用咱对伊来的权柄。伫这个权柄内面，咱要活出一个永远的人生，是上帝赐福满满恩典的人生。这时嘛，请大家起立，线上的兄弟姊妹嘛，请你来起立，咱来学习咱的上帝。这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咱有过我的人生，我已用手做我命，我一个人在做条，因为耶稣奉献山野做输掉。这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恩主三款待，有时欢喜当饮食。有时互他当相比，因为耶稣三角艰苦三角地，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恩主三款待，有时欢喜当饮食，有时互他。相比，因为耶稣三角艰苦三角地，因为耶稣三角艰苦三角地。主，我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有主，因为有你的恩典，因为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咱是有愿望的人，咱是有天父的人，咱是有永远的人。主，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伫地上，咱愿这个教会会当来见证主，你对你囝儿的心意。
咱是有厝的人。主，阮感谢你，互阮搁一遍会当伫这特别的时间，毋那是祝福咱伫地球的爸爸，搁会当伫你的面前讲，伊是我的阿爸爸上帝。这是偌大的福分，伫阮的生命中，嘛求主继续引带阮，会当伫每一天活出富二代的身份。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爱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引到一世，世界美丽的好主，归因跟你万年故，我的主爱你命令，为着我主做切言，我较也爱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衰，我的声音可你言，我希望老主我听，我的水遁来叮当，波涛落音来救人。请起立。我的只有体予你，愿出龙潭的旨，我会在前你手术，甘愿听你做基故。阿门。谢谢亲爱的天父，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天气，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亲爱的爸爸，我们不论在线上还是实体，我们都能够用这个时间，还有我们富二代的身份来到你面前。哇，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爱！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只是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还有才能为你圣工所用，求你悦纳。孩子们，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杨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线上兄弟大家平安吼，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因为伫7月27到伫延长到伫8月23吼，共款是第二级。第二级本来是50人啦，因为咱有对市政府来申请，所以咱即马一场吼，咱规栋内底会当100人吼，100人感谢上帝吼，因为安尼，所以会当加开放，互咱小组、咱的兄弟姊妹，你透过小组来登记哦吼。因为咱拢有限制，所以伫第一场、第二场迄个时间拢有固定。第一场了吼，咱会随消毒喷酒精吼，即动工就会随伫差不多10分来，遮个拢会来清消来消毒吼。所以伫这中间，请咱伫
咱崇拜部所规定的遮吼，咱若第一场了吼，咱就吼真紧离开即个现场啊，来做消毒吼，啊，互第二场的人入来，因为伊甲咱算一栋建筑物，一栋安尼哦，吼，毋是规站吼，一站有会当50个、100个安尼，所以咱伫即个有限制中间吼，啊，望咱的兄弟会当直接来配合。一寡只的聚会时间内容拢伫咱周报第4页。咱小会也是伫9月初5吼，咱会举行第5次的圣礼典吼，要安怎正做富二代吼，有天爸的吼即个后代安尼，所以伫8月22进前会通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也恭喜张美惠姊妹吼，伊对屯教会转接来到伫咱的教会，成做咱教会的一员。咱伫讲第2级的中间吼，咱有一寡只的规定措施吼，你入来你按照号码吼，即过去你凊彩要坐队拢坐队安尼啦吼，所以咱真拜托咱的兄弟吼，会通伫即不得已中间来配合吼，然后咱嘛伫即中间吼入来拢爱登记，拢爱有一寡只规定吼。顶礼拜咱的中会吼，伫圣经学院开，这是新德头一遍通过吼，所以即政府就派人来检查咧吼，所以咱随时准备好，咱就毋免惊讲伊来检查，所以请咱兄弟配合吼。好，咱的今仔日主日甲后礼拜主日咱出席的父亲吼爸爸，咱拢会赠送一份礼物。拄仔我有讲吼，你手中若摕到即张红单吼，毋是要甲你开单，是要互你填你的名甲你的祖辈。你若毋知影你的祖辈，你会讲我毋知影我的祖辈吼。若知影吼，你会通将你名写念伊定额的时阵吼，咱最后吼定额的时阵会请青年分互咱才会做爸爸，所以迄个时阵请你。徛起来，安尼吼，咱做即个就是要知影讲，咱的小组内底总共有偌济做爸爸的吼，伫遮统计以后会通方便咱来作业。咱不便来教会中间吼，咱会通透过线上的奉献，教会需要你的支持参与，因为咱伫疫情中间，其实甲咱的预算的目标吼，差咧200-300万以上哦吼，所以咱恳求上帝帮助供应咱教育各村，也会通支持教会。咱8月11吼，大概8月11，咱所会有奉献一笔的经费来建置咱的网站，佫会通你对网站就会通伫遐来奉献吼，要指定11奉献吼，规定奉献还是感恩奉献。即个就会搁较方便，毋免像即摆讲，你着爱搁敲电话来吼，直接讲你的名，你奉献啥物，大概8月才交站互咱，即网站互咱的时阵吼，咱就会通直接使用。你会通去超商，你会通去线上，拢会使。所以请中集先去试看觅安尼啦吼，牧师嘛先试看觅去迄个网站伫遐奉献看觅，互咱即马伫建置即个通真顺序那安尼不管伫外国伫对，随时拢会通伫遮参与伫圣工的奉献。咱伫后礼拜咱的阿卡佩因为即马人数的限制，所以儿童咱暂时是无开放的吼。所以伫遮有缘用线上的即阿卡佩的儿童的礼拜，嘛有遮个线上的夏令营的成员因会入来到伫咱的即各个米伫遮做伙有即个同学会，所以咱若有咱主题有参加即个咱会通将即个代码甲记起来咱到时伊会当伫遐连线。咱伫商联大学甲协会嘛有做伙举办。要安怎评出转变的先机当你对评的中间，你会当评出讲有啥物款的问题无？即个是请咱的下一个请咱的
维先执事啦吼，伊嘛是后边即个后的即个遗书吼，伊家己有开诊所伫迄个南平路迄个所在吼，真好一个遗书吼，咱会通伫线上来听看卖啊看有啥物款的问题吼，咱会通伫遮来做预防你也拍即个 KVK 这下骹即个号码，佮讲咩，你就会当连线吼去听即个演讲。另外，咱伫即礼拜六吼，祖父姊妹吼，到祖父姊妹伊个别礼拜吼，伫8月14拜六早起伫桃园医院有日念甲火化，到1点半会倒转来到伫教会举行个别礼拜了会安放伫天品山庄吼。咱伫祈祷中间来特别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伊细囝嘛拢还未信主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继续用祈祷来祝福即个家庭，安慰即个家庭。咱要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声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以弗所书1章50搁一遍。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声定着咱对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以弗所书1章50。咱做伙来因献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是说，请牧师教导，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命运典慈悲，伫别上帝相思大好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诚心观念，甲咱感动，徛起达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一世甲万世代，一世甲万世代。咱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愿上帝伫创造世间诞生，着紧咱的慈爱，用不变的应允、公义、信实，搁有助力的聪明甲智慧。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伫基督内面有份。愿圣神的感动，逐工亲像手机的这叫声，叫醒，互咱的生命得到永远的活命。愿这款的福气临到每一个在场、在现场的这兄弟姊妹，对这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在场的爸爸，请你会当起立，因为咱要送这父亲节的礼物给你。请父亲站起来，咱的亲人要送这礼物给你。麻烦你将这张单交予咱的青年你若有写好
可以坐下了，谢谢。啊，领好咱就灭倒吼。搁一面来祝咱所有的爸爸吼，父亲节快乐吼，心身的勇行，灵魂体形成，也祝咱每一个兄弟平安，得到福气。咱的礼拜就到这，完上的所咱。